我们现在借这个因缘呢，跟世界各地的莲友来简单报告，谭鸾祖师啊，太伟大了，太了不起了。他是一个有德有恨、有修有正的高僧大德。连皇帝知道说啊，谭鸾祖师住在什么方向，在东边或者西边或北边，皇帝在皇宫里面马上朝的那个方向就顶礼三拜。他是受到皇帝这么大的肯定，所有的众生人人都对他非常的恭敬。谭鸾祖师他讲了这么一段话：有凡夫人烦恼成就。我们是不是凡夫啊？我们有贪嗔痴啊，习气很重啊，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、怀疑心很重，所以我们是一个习气很重的凡夫，烦恼成就。我们每天就烦恼不断了。别人是清净成就的，人家是智慧去成就的，我们是什么？是烦恼成就的，每天就不断的纠缠不清了，要切也切不断。我们是烦恼成就的凡夫众生，仍然可以得生彼净土，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。哎呀，为什么这些烦恼众生能够往生西方净土？是怎么回事的呢？三界系业毕竟不迁，他在三界当中，在这个娑婆世界啦、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在轮回的过程当中所犯的罪业毕竟不迁，究竟他不会跟你牵扯，不会给你障碍。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？则是不断烦恼得涅槃分，这种不去切断烦恼，而能够照样得到不生不灭成佛的境界，焉可思议啊！这怎么可以用我们人的智慧去预测、去判断？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靠佛的愿力。你要往生西方净土，是靠佛慈悲名号的愿力。他成就名号，就是要救度这种烦恼所成就的凡夫。你一旦到了西方，你所有的因果、所有的业障就一刀而断了。那时候清净没有挂碍。谭鸾祖师这么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这个内容，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，要了解到阿弥陀佛的慈悲广大无边，阿弥陀佛的愿力是不可思议。那么我们借用他名号的功德力，我们顺顺利利的、圆圆满满的到极乐世界，这个才是我们把整个生死给了断了，我们能够成就佛的道业。哎呀，连凡夫都有这个因缘，凡夫都有这个机会，在阿弥陀佛的心中，他永远不舍弃你的。所以我们一看，哎呀，焉可思议，这怎么可以用你的思想去猜测、去判断的呢？没有办法的，凡夫的因是不干净的。那极乐世界这个清净的国土，我们凭什么条件去到那种地方呢？哦，原来我们是靠阿弥陀佛名号绝对光明、绝对清净、绝对圆满的功德，我们才能够得以到极乐世界去的，是这样子的原因的。所以我们感谢谭鸾祖师这么慈悲的告诉我们这一段话，我们感谢他，阿弥陀佛。